大家記住啊，我教你呢個方法啦。綠幽靈碎嘅水晶最少要屋企放4杯，最少啊，記住嚇。帶咗水晶咁耐都 feel 唔到能量，我相信唔係水晶嘅問題，係你嘅問題啊！唔緊要，上嚟揾我 Peter Sir，我一定教你可以 feel 到能量。touch wood 啊，有冇試過揾嚟揾去都揾唔到工？哎呀，好灰心喪志，有咩辦法？點解會咁咧？嗱，今日 Peter Sir 教大家好快見效嘅嗱，就係大家睇睇台面呢啲咩嚟啊？呢啲就係綠幽靈水晶碎啊！咁啊點解咧？我想同大家講啦，通常揾唔到工咧，有3個原因卡住咗。可能你咧嗱呢個咧就自己個氣場唔流動啊，行動力低，所以面試就冇精神啦。咁或者係家宅個能量咧停滯咗，咁啊事業運就唔上升唔順利啦，或者心氣唔穩啊，越穩就越灰。咁啊綠幽靈咧，我哋成日叫鬼佬財神啊，綠色咧代表招財生長，啲植物都係綠色嘅嗱。咁咧你主要咧嗱記得啊呢啲杯咧就係細細個杯，裏邊放滿綠幽靈，擺喺屋企嘅角落頭，周圍擺。周圍擺嗱，屋企啊點樣大都好，最少要四個，擺4個。咁啊當然啦，越多越好。點解？佢佈滿咗一種事業嘅磁場，令到你咧就好快容易咧提升個人嘅行動力啦，打開事業運、貴人運啦，咁啊等到一個人咧就唔會亂、唔會拖、唔會灰嘅狀態，係啦。咁啊最少4個嗱，我其實有個 fans 咧，佢就係之前揾唔到工好耐，點不知佢照呢個方法去做咧？一個星期 set 跟 in 2次，成功咗，招請佢啦。嗱，如果 touch wood 係你係有需要呢個問題咧，嗱，你都可以試下嘅。